那是太阳，那是傍晚了，傍晚的时候的太阳。祝福早安的有那个手机程式 APP， 可以到 Google Play 搜寻早安祝福图文。怎么快速连到 Google Play 呢？按手机正下方，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圈圈。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OK Google， 我再按一下喇叭，反应可能比较慢了。OK Google， 下面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资讯。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如需制造商名单与联络资讯，请清楚下方的取得协助。按你喇叭。OK Google， 请连接到。对不起，我不懂你的意思。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你看到 Google Play 啊，最好那个网址栏要按一下，然后按麦克风。随车记录。这个影片的画面为什么是这种颜色？也装了蓝光过滤器，手机程式 APP 哦，叫做蓝光过滤器，蓝光过滤器，蓝光过滤过滤器，蓝光过滤器。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念慢一点，按一下搜寻栏，按麦克风。早安问候图文。一字清楚，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你看哦，好多那个早安问候贴图，手机程式还有动画的，手机程式都可以。哦，你看问候一大圈，手机程式 APP 可以创造那个赖分享的那些早安的贴图。